感谢慧君。这个地震发生了后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来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了解各部会甲救灾的单位相关应变的作为。咱来听苏院长安怎讲。5个国家公园管理人员直接到现场背负出来，已经就医。外，那台北市长安东路有一栋大楼倾斜，也已经管制出入。那其余并没有灾情的发生。那所有交通运输，除高铁原有在台北到桃园段停驶检查也已经恢复，台北市的捷运全面停驶检查也已经恢复行驶。那教育部所属全国学童、教师跟工作人员也都平安，而除了有轻微的学校、教室的灾损外，没有任何灾害情形。那有关电力、水利等维生设施建设都没有受害。那目前整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第一时间成立，所有人都立刻到位。